大家好，我係蘇桂龍博士。暑假嚟到啦，小朋友咧嘅空檔時間又多咗喎。咁相信咧唔少嘅家長都會好關心呢個暑假期間點樣管控小朋友用手機啊、熒幕呢一部分嘅。所以咧今日同大家做少少分享，喺暑假期間我哋點樣教養我哋小朋友善用手機、善用屏幕。由於唔同年紀嘅小朋友，佢嘅身心發展狀況同埋需要嘅教養模式都係會有啲唔一樣嘅。咁今日分享嘅內容主要係針對住幼稚園同埋初小嘅同學仔。如果年紀大啲嘅話，家長就自行調適一下啦。有時我會留意到啲家長容易走兩個極端嘅，一係就完全禁止，唔俾佢哋玩，令到小朋友反而咧就係越禁就越心思思，偷偷咁樣去用手機。再唔係咧就係完全放任，小朋友咧就係長時間冇網管咁樣用，就變得更加沉迷啦。咁我哋喺心理學同埋教育嘅角度嚟講，幫助小朋友管理點樣用手機，我哋就唔係一味咧就係靠禁止嘅，反而咧點樣幫佢哋建立一個穩定而且係充實嘅暑假生活，先至係我哋最建議嘅辦法。咁幼稚園同埋初小嘅同學仔，佢哋嘅腦部發展咧都仲未成熟，所以咧佢哋嗰種嘅自我管控嘅能力都係未建立好噶。如果佢哋嘅生活上邊太多時間太無聊，佢哋就會咧更加容易去希望透過手機啦、屏幕啦去尋找一個咧就係刺激感。咁所以最有效嘅辦法咧，就係幫小朋友去建立一個充實嘅線下生活，一齊去訂立一啲暑期嘅活動時間表啦。咁我哋會建議咧，就每一日佢最少都會有1個鐘頭嘅時間去做一啲嘅運動噶，例如可以去下公園、游下水、踩下單車、踢下波，呢啲都係一啲好好嘅選擇。再配搭一下其他嘅活動，例如做下手工、睇下書、幫手做下家務、參加下興趣班，又或者咧就係揾一啲親戚朋友一齊去玩下，呢一啲都係可以幫佢哋建立更加豐富嘅生活嘅。當現實生活係足夠嘅豐富、有趣、充實嘅話，小朋友對手機、熒幕嗰度嗰個依賴就自然減少㗎啦。好多家長咧亦都會關心幼稚園同埋初小嘅同學仔，佢每一日用幾多時間先叫做係合理呢？咁我哋基本上咧就會建議幼稚園嘅同學仔就每一日唔好超過1個鐘啦，而初小嘅同學仔就每一日唔好超過2個鐘嘅。除咗每一日嘅使用上限之外，我哋都會建議咧每一次佢唔好用超過30分鐘嘅。咁呢啲短時啦、分段嘅使用，可以咧就係幫我哋嘅小朋友保護好佢嘅視力，亦都咧減低腦部去追求呢一種刺激嘅感覺，訓練小朋友咧佢一種嘅自控力㗎。咁下一集我就會再同大家分享一下，除咗係使用時間之外，咁用一啲乜嘢嘅設備，睇一啲咩內容，先至係一個更加關鍵嘅情況。